臨去台灣之前呢，我喺香港新年作嘔兼胃痛，我真係好驚再嚟多次啊！你知啦，去唔同嘅地方呢，有唔同嘅水土。有朋友話咧，去完日本之後呢，因為食少咗菜，搞到便秘添啊！所以我為咗照顧好自己，我而家呢，出門之前一定會帶呢4樣嘢。第一樣，加拿大風之寶嘅護胃合生元，佢入邊嘅 3P 養胃配方可以改善胃氣脹、胃痛、胃灼等等嘅問題，喺14日之內根除87%幽門桿菌，仲要不含西藥，可以長期服用。食過之後呢，胃氣、胃脹即刻少咗。第二，我仲會帶埋健腸益生菌150億，佢經過臨床證實可以改善90%嘅腸道問題啊！你知啦，有時去旅行呢，忍唔住食得太多好嘢啦，腸道罷工，成日肚脹脹呢，有人仲會便秘添啊！所以呢，一日食一粒就可以日屙2次，個肚呢即刻平翻晒，繼續食好嘢。而第三呢，感冒藥就唔使多講啦，而我呢，一定會帶呢啲純止痛成分嘅 painkillers。除咗感冒之外呢，我之前喺北海道滑雪，第一日就扭親隻腳啦，食咗佢呢，就可以頂住先，第二日呢，繼續滑埋佢。而第四啊，蚊怕水啊，因為我去完非洲先知呢，有好多嘅傳染疾病呢，都係透過蚊去傳播嘅，尤其是喺熱帶國家。以我自己衰過好多次嘅經驗嚟講呢，高度建議大家出遠門一定要帶齊佢哋啊！講翻益生菌啦，原來益生菌呢並唔係越多就越好嘅，而係根據唔同健康嘅狀態，所需要嘅菌株同埋菌量呢都唔同嘅，一定要揀一啲有國際機構認證同埋有科研實證嘅菌株。就例如加拿大風之寶嘅護胃合生元同埋健腸益生菌150億，粒粒都係嚴選、高質同埋針對性嘅菌株，做晒叻，真係叻！佢哋呢而家做緊限時優惠，快啲去屈臣氏買啦！佢哋獨家發售嘅。